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也能够透过我们能够成为祝福我们所接触的亲人朋友。我们要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赞美。主说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会赞美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那么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手借给我来。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再次说，主啊，兴起！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感谢赞美主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是献上感恩，因为在我们不配的时候，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要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上主，他是慈悲，他是拯救，他是安慰我们，他是慈爱赦免，他饶恕，他拯救，让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可能当时候我们不明白可能在当下会有一些的埋怨，有一些的难过，或者是说无助，但是这位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是无可隐藏。我们需要主的赦免，才能够得着自由。愿主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知道如何来呼求他。弟兄姐妹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恳求神的怜悯、神的施恩、神的同在，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恩，你是赦免慈爱，你在我们当中来掌管我们心思意念。主，
即使是我们在患难、遭受这些重担、苦难的时候，主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你保护看顾我们，也让我们在这当中经历你的安慰，经历你的扶持。主，你也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成长，当我们经历了，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让我们生命能够因着你的恩典同在，让我们成为你所拣选，成为你祝福这世代的器皿管道。谢谢主耶稣，求去我们一切的拦阻我们得着恩典的障碍，求你洁净。谢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因为在你有慈爱，在你的信实，在你有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为要得着你的怜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你怜悯我们，特别让我们在无法祷告、陷入苦难的当中，你依然赐下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这当中得着力量，得着安慰。你也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能够成为这世代的祝福。谢谢主帮助我们时时警醒、敏锐，有没有什么障碍拦阻挡了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查验我们的管道是不是随时畅通？愿你施恩赐福，你的圣灵不断来提醒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们要来为自己的身心灵来祷告，来祝福。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是我们所有资源的来源，是我们能够避难，也使我们能够回击，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主的时候，求他施恩赐福，特别是在婚姻、感情、产业，愿主来赐福我们。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主必赐福。凡我们所做的能够亨通，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敬畏他才能够得着智慧，智慧才能够选择，或者是能够去做这一些的决定，有好的决定。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他也要透过我们，好像刚才那一段的经文说，你患难当中你经历了一些的苦难，当下你不明白。在20几年前，我不明白父亲的中风，母亲的癌症，当下你可能会面对好多这些的难处。但是看了这段的经文，让我知道说，在患难当中，神的安慰、扶持，成为日后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安慰。当下可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一些？但神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献给神，让神来掌管。你可以按手在你的心上，或者是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为你来祷告。我们恳求神的医治、怜悯、供应、赐福、保守，他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敬拜。
主，你是我们所有的资源。主，我奉你名恳求你医治的大能，特别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奉你的名来斥责这一些的癌细胞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住院的过程当中，那些拦阻神在他们当中能够施下的恩典。奉你的名命令这些黑暗的权势退去。主，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就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你所拣选的、你所爱的子民。他们拥有你属天的权柄，祷告的权柄，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要释放。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认知，让我们能够随时用信心来奉你的名支取你属天的能力。谢谢主耶稣，因为你的缘故，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耶稣，你也将你的权柄交给你的教会。当我们奉你的名在地上捆绑，命令一切黑暗的权势退去的时候，是因着你的能力，透过我们的信心支取你属天的应许，兴起你的教会，知道如何用祷告来对付这黑暗的权势，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你已经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谢谢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口称耶稣是主，奉你的名来宣告的时候，主，你那属天的权柄就要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主，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身心灵方面，主你自己来掌权，让我们能够因着神你的同在，我们就不惧怕；因着神你的同在，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的仇敌；因着你的同在，我们成为对的人，被神来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也为着我们的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应允，并且给我们有能力，所以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守望祷告的人。守望者就是在黑夜当中，在安静当中，你不断的很警醒的注意，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平安，影响我们的建造。所以弟兄姐妹，神要兴起我们每一个人，举起你祷告的手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让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畅通无阻。也为着今天的医疗关怀，希望能够顺利，因为我们常常会受到这天候的影响。恳求神施恩赐福，因着我们这些同工愿意摆上，被主来所用，成为这社区城市的祝福。奉主的名来祝福，也除去这些的拦阻。我们今天第2场的礼拜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开光的礼拜。祝我们从4月开始，我们的49号1楼还有33号的2楼，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求神的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建这殿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他。我们也为了这一周的青年牧区同工退休会，求主保守看顾，让他们去观摩的时候看见别人教会神怎么样在那边建造，也能够谦卑的学习，让我们渴慕神，不只是在那一些的教会，也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这些年轻的领袖，被神来使用。我们为着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神就透过这个成为教会对社区的窗口。昨天我们有一些的小朋友、古班家长，我们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为了就是要让他们更认识神。
天上所有的、地上所有的资源都是神所造。我们用击鼓跳舞、丝弦乐器来赞美他，为了就是要用各样的方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看见这些家长的参与，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愿神来赐福，让这社区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因着圣灵的感动，让他们的生命柔软翻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来看见神要透过教会、透过你、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一起来赢得这些失丧的灵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祝福他的教会，祝福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兴起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人，成为宣教的人。主啊，透过你的子民，因着神的同在，让这些社区的百姓看见我们有你的同在，看见你的教会因为神的同在有你的爱，看见教会有你的同在，你的能力大大的展开施展，让你的教会向左向右来开展。谢谢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慈爱、你的能力、你的充满，让你的子民能够是常常与你连结，领受你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恩膏的。谢谢耶稣，你的圣灵运行充满在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是刚强壮胆的，让你的教会是有能力的。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将你的子民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你已经断开了一切的锁链，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让我们能够自由来支取你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自由的能够被神来使用。为了这世代，你让我们有你的眼光，怜悯的眼光，你让我们有看见你的慈爱，就因着我们来向右向左来开展。谢谢耶稣，透过你教会成为你的器皿，来赢得这世代的年轻人，赢得这世代未得之民。谢谢耶稣，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同在，我们就刚强壮胆，毫无惧怕。主，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祷告文一起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所以不断经历的犯罪、受苦、呼求，但守约施慈爱神依然伸出他慈爱的双手来拯救他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紧紧的依靠他，让我们灵魂苏醒，来引导我们走义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在征战中有大能的耶和华。众臣们，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拍掌，起来赞美赞美他，向神所举手称颂。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
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众臣们，众臣们，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起来欢呼赞美他，向神所举手称颂，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再宣告，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主啊，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再宣告，主啊，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来拍掌，归荣耀给我们神。是你带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仍然领导我们的生命的脚步。谢谢主，感谢赞美你。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慕，是你让软弱得着刚强，是你让灰心得着盼望，是你叫万物伏在你脚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要举双手，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然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是你，是你，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慕，是你让软弱得着刚强，
是你，让灰心的找盼望，是你，叫万物伏在你脚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举双手，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人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是你，你是我永远的主。你是我永远的主，是我的山寨，我灵，我心坚定于你。你是我永远的主，我要赞美你名。你是我生命的结局，我的结局。我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人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再一次宣告，举双手。我要举双手来降服于你，叫我全人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使我活出神的荣耀。使我活出神的荣耀，是你。感谢赞美神，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生来跟随我们的主，来带领我们。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我主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求赐给我。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
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为你渴慕，以为你同在里，我为你渴慕，一生跟随你，我为你渴慕，以为你同在里，我为你渴慕，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主与我同行。我们再来把副歌唱一次。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甜蜜的灵充满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渴慕神的灵同在，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说：圣灵啊，求你来，求你充满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渴慕你的灵，渴慕你圣灵，现在就充满在你的教会。主啊，浇灌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有渴慕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渴慕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愿你的灵现在来充满在我们当中，你赐下甜美的圣灵，柔软我们的心，除去我们苦毒苦闷我们劳苦的心，让我们这时候就像鹿一样切慕溪水，来渴慕你的话语。主圣灵，你知道我们的劳苦重担。主，今天我们把劳苦重担带到这里来，
是要交托给你，我们不打算带回去。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就能够将这些的重担卸下。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如何交托；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我们5月1号要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如果要报名受洗的，请在4月17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教会新购的33号2楼在隔壁富邦的2楼，还有我们本会的49号1楼，还有2楼局部我们有装修的工程。我们已在3月23号与厂商议价完成要预计在4月1号来开工。那今天的第2场礼拜完之后，会在1楼有做一个开工的礼拜短短的开工的礼拜，完之后会过去那边做一个祷告祝福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那我们在4月3号，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举行清明追思礼拜。如果要追思的，请到公布栏来做登记，填写这追思卡，填写完交给干事。如果你已经填过，就无需填写我们追思的名单在第6、第7页，或者是在公布栏。我们4月9号到6月4号我们周六有加开了一个门徒列车青年的门徒列车。如果我们在礼拜天没有参加的，你也想参加你可以赶快报名让自己成为神所喜悦被拣选的这世代神要兴起你成为他重要的器皿。那我们在1楼的公布栏可以填写报名，以利我们教育部来准备教材。今日我们会预定在设立图书馆举行医疗的咨询我们的服侍同工有佑一医师张伟轩医师，还有我们的健康咨询的同工志工队第3队。欢迎我们弟兄姐妹，你有兴趣你可以加入在这样的服侍的行列。好，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士师记4章14节再一次。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士师记4章14节，我们预备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不用勉强，我们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
全能神引导，直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如此深爱着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人和好，彼此激励，互相代求。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所面临的困境都不能阻止我们跟随你，而且我们要跟随你到底。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信靠你，服侍你。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要荣耀归于你。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主你作为你圣工所用，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福，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记载在他的话语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士师记的第4章到4节到32节，22节哦。士师记的第4章4节到22节。好，我们在线上的还有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第4章第4节，一起来。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法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伦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征700曾离开基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
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的妻雅亿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亿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亿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亿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亿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亿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亿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亿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同在，神为我们征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灵在哪里，人就因着你的同在，从软弱当中，从脆弱的力量当中得着刚强。谢谢主，你使用这些妇女能够成就你的大事，你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就你的大事。谢谢主，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照这样遵行，成为蒙福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透过经文，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对的人。如果是错的人，有错的选择，可能就会使生灵涂炭。我们知道最近的实境连续剧就是俄乌的战争虽然俄罗斯说我们第一阶段大概完成了现在在找台阶下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些苦难的背后，我们看到好多这些乌克兰的人民他们受到一些的伤害，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个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他们这些的百姓也因着这一场战争陷入到很多的困境，在他们的经济、民生用品，他们平时所使用的卢布，现在怎样？一文不值所以我们看到，因着一个人因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挑起了这一场战争，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而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是为着乌克兰人民祷告而已呢，还是我们有另外为着这些俄罗斯的百姓，他们都是东正教，对不对？他们都是神的子民那我们看到都是在受苦，这一些的母亲他们担心害怕。有没有看过那个士兵被掳了或者迷路了，然后乌克兰的人民就拿着手机，还有给他一杯热茶这样的画面，让他就是打电话报平安，妈妈我在这里了，我被抓了了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双方的人民都陷入在这样的苦难。其实我们的百姓，我们台湾的一些的企业也相对受到影响。那
耶稣基督会不会因为这是你们挑起这个战争，所以我不听你们的祷告，我不听你们这些俄罗斯人民的祷告？但是他们陷入在这样的困境，我们只为乌克兰人民祷告，因为他们无辜，他们弱势。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会不会这样？只有听俄罗斯人的乌克兰的人的祷告，因为他们真的是陷入在这种被迫被欺压这样的苦难，或者是耶稣会贴标签吗？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肤色的人，然后我才听你的祷告吗？神不会这样，我们的耶稣也不会这样哦。那在这样的战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因着你的信仰，你会向你所信的神来祈求。同样的是同样都是信靠这位上帝哦。那怎么求？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军对南军嘛，对不对？那这个林肯他率领北军来对南军征战。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什么？要解放什么？黑奴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说，到底神你的想法是怎样哦？那有人就讽刺林肯哦，你这样祷告对方也是上帝的子民他也祷告你祷告上帝让你赢他祷告上帝也让他赢，那到底上帝要站在哪一边？上帝不会很为难吗？如果你是上帝，你会不会为难？点头会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对不对？上帝知道他怎么做，所以上帝到底要帮助哪一边？就好像现在乌克兰还有俄罗斯人，他们同样信靠这位上帝，信靠耶稣。那我怎么决定让谁输谁赢？林肯就解释，我不敢祷告求上帝站在我这一边，但我祷告我能够怎样站在上帝他那一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马是为了打仗的日子来预备，但是得胜乃是在乎谁？跟你旁边说，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跟你旁边说，这一句话不是就对说，哎呀，你看他们战争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的战争，对不对？征战，一个困难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征战？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正面对他们生命当中愁苦、劳烦愁苦的战争嘛，对不对？他们面对的耶宾，他们受苦了几年？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在整个循环的过程当中，一而再，再而三，不是再而三，三四五六。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到底我们要站在哪一边？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您的祷告有没有被垂听？这就是重点弟兄姐妹。如果站在上帝的这边，我们要成为对的人。在人生的战场当中，我们是不是站对边，或是站错边？今天会不会俄罗斯人他们说，我们就站错边因为错误的人来领导我们，所以我们陷入在那错误的事上、错误的环境当中。所以今天来透过这段经文，透过上帝来拣选这位女先知，或者唯一的女士师底波拉。刚才我们看到拉，对不对？对不对？底波拉，然后叫谁？巴拉去打谁？西拉这样好不好记？所以都是拉了看是谁拉赢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大概要来透过这样认识上帝的救恩，比较小好，那我们从亚当夏娃被造了被造一直到基督教会的被建立大概这段的历史当中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好，大概有一个对照大概士师时代是在主前的1200多年记得这样就好，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士师时代，就是约书亚死了之后，然后没有一个领导者起来，所以上帝就
兴起的士师。为什么兴起的士师？当这些百姓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可能差派一个人来帮助你。当你祷告的时候，可能神透过牧师、透过长老、透过弟兄姐妹向你来说话，一句话，哎呀，点醒了你，来帮助你能够知道如何走你的下一步。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你知道吗？因为要陷入苦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征兆。还记得在约书亚记23章、24章，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召集这些领袖，或者是过来召集领袖，还有这些百姓一起来跟上帝重新的来立约哦。在这个立约当中，他还3次问他们你们到底要不要依靠这位耶和华上帝啊？要不要第一次要，对不对？第二次要，第3次要，我们绝对不去拜偶像，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上帝，对不对？结果真的那一代，当约书亚还没有死掉的时候，那一代真的照这样去怎样去敬畏上帝。但是关键在这里新的一代被兴起来，然后他们不认识或是不知道耶和华上帝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我们看就进入到士师的时代，大概390年的当中，我们看到从俄陀涅、以户，然后今天我们看的底波拉，过来我们会看到基甸、耶弗他。还有最后一个比较有名的参孙，对。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每一次前面就碰到什么困难，然后上帝就兴起来士师，然后又太平了，然后又怎样几年上面有一些的年这个年那太平天国太平的日子最长的是哪一位祭司？第二个几年？你们看得到吗？80年啊，80年啊，很长啊，对不对？太平日子久了，你知道吗？人心就涣散远离神所以当一个士师被兴起来，他们就带领这些百姓，然后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循环剧了，连续剧要不断的重播。你知道，你看你有没有注意你的无线电视啊？常常看，又重播了，对不对？又重播了，那个谁的电影常常就重播。周星驰你都有在看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侍奉上帝在约书亚的时代他们就专心来侍奉上帝。好当约书亚死了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陷入到怎么样？跟通婚，然后拜偶像，然后就得罪了上帝。好，那以色列人因着这样的关键就被奴役了。所以我们看到米索波大米亚这个王就起来，然后就怎样奴役了他们。第一个开始咯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我们今天看的是第3位，对不对？上帝兴起底波拉就是第3位比较有名的了然后呢，在约宾的手中受苦了几年？20年，长不长？长啊！如果你受苦1个月、2个月你就觉得不得了了，天好像要塌下来了，对不对？20年了，苦不苦？苦啊！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他们的经济应该会倒退了好几十年，对不对？我们看到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所以在这个苦难的日子当中，他们就向以色列的神呼求了，不认识吗？但是就呼求了。
听说，可能就回忆他们的祖先所讲过的。他们现在开始在寻求，然后神就兴起士师，然后上帝就拯救了以色列百姓，然后这样循环几次啊？有没有算过啊？大概是循环的6次这样哦，6次哦，都300多年了，6次，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看，好，那一起来念来。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上帝选择了对的人，拣选了这个人，拣选了女士师。你知道，女人在旧约的时代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神怎么样会兴起这位女祭司或者女先知或女士师？就好像一个为母的一样，母亲老母她知道她的百姓，她知道她的子民的辛酸、痛苦、苦难。即使她是在离开神的道路上面。那我们做母亲的也是语重心长，也是怎样苦苦的等候，然后怎么样为他们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透过这段的经文要提醒我们什么？第一个就是要认识上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拯救以色列，他也如何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对的人，被神来使用。上主的仆人，他去世110年，他被上帝来使用，成为从奴隶、助手一直到领袖。今天他被安葬在那个廷拿西拉，那一代的人死了，结果这个信仰终止，没有再继续来传承。所以那一代死了，然后下一代被兴起来的时候不认识。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如果我们信仰，我们家族得着信仰，如果我们没有传承下去这一些孩子没有进到教会，离开教会久而久之，你看他们就离开这样的信仰。但是可能当他们碰到困境的时候，我看到好多这些，我家是第几代，然后碰到困境的时候，他们再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如何寻求资源、寻求帮助？所以这边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或者提醒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真的自己经历了，我们要牢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经历他的恩典，这一切的见证一定要写下来。礼拜3的祷告见证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如何在见证，他们如何在病痛，在整个苦难的过程当中，上帝怎么样的医治，怎么样的带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什么关键碰到这些苦难，然后让他们生命有劳苦重担。弟兄姐妹，你碰到一件困难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想说，是你的原因，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原因？不能够完全归咎说都是我自己罪。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个瞎眼的那一些的病痛的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或是这些的百姓说，这个人因会这样是因为什么？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做奇妙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检视，就是说，我们心里最清楚，对不对？我们碰到一些困境，我们所做所行所思有没有得罪神？所以在这边我们关键就是因为耶和华让他们有这样的愁苦，这样的一个重担来放在他们的身上。你知道，当迦南人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以色列人来怎样惩罚他们、审判他们。但是上帝同时也怎样在他的子民已经立约了，告诉他们，如果还记得吗？一边是什么基利心山，一边是什么以巴路山，一边是祝福，一边是怎么样咒诅，你们选择。所以以色列人上一代选择怎样？
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赐福。对，但下一代不认识，他们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咒诅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兴起的这一些的迦南人，因为他们没有照上帝的命令把他们完全的赶出，所以在这边也成为他们的罗网，他们的障碍。这我们之前都有读过，我们每天的迦南之声，我们3位牧者都预备了，也每一天提醒我们，你有没有去听？昨天去探访的时候，因为祷告会人数不多了，对，然后我就要问，你们有没有在直播上看祷告会？有吗？因为我要把它停掉了。有吗？那个弟兄姐妹，牧师，我有啊，我有。好，那我再考虑考虑，好吧？我再考虑考虑，因为我要把它调整为 Google Meet 哦。那弟兄姐妹同工就，这个年长者可能使用起来不方便。好，那我就考虑考虑。弟兄姐妹，这个就在讲说神哦，他把这一些的规则、这一些的方法告诉你啊，你要不要去做？然后主知道，你还有留一点点这些的跟他连线的时候，好，那我再考虑考虑。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何是对我们比较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离弃神，然后去拜亚斯他路、拜巴力，所以上帝的怒气就借着迦南的手来奴役这些的以色列人。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你有没有注意看？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说，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兴起士师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些仇敌交在谁的手中？以色列人的手中，或者士师的手中。谁把谁交在谁的手中？这位神。所以苦难的当中，如何寻求帮助？你要很清楚懂得你的资源从哪里来，向他连线求就对了。所以我常常对这些社区的百姓、这些社区的朋友说：你如何跟你能够帮助你的这个资源、这个连线是很关键的哦。那怎么去连线？你要认识他，然后你要知道怎么样向他求啊。我们会常常跟他讲说，你就祷告啊，他就没有祷告过，你怎么叫他祷告？你可不可以很简单告诉他？好，如果他要祷告，你怎么简单？牧师教过嘛，简单的告诉他怎么祷告。弟兄姐妹，都还给我了。怎么祷告？心思谁人知？讲好啥？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们。来讲一遍来，心思谁人知？讲互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们。安尼简单不？简单吗？简单啊！他的心是你不知道，但是他可以告诉这位神。靠耶稣的名，耶稣什么意思？上帝拯救。我们不是都一直在讲上帝拯救记吗？阿们是什么？诚心所愿。成就你的心愿，你可以这样告诉他。当这些百姓碰到苦难的时候，可能他们回忆了过去上一辈的人怎么教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就开始呼求了，神啊！但是刚开始上帝兴起的士师，但是他们竟然不听，他们偏偏行自己的道路，偏行神的道路。好，所以在碰到苦难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常常是祷告更多的时间，花很多的时间来向上帝祷告。20年呢，20年，20年哦，不是1个月、2个月。我爸爸中风躺了3年多，我阿嬷躺了10年多，都是中风。你知道那个日子怎么过？不容易，你要去面对，要怎么样寻求资源，要怎么样照顾。我们知道刘牧师他们家庭现在面临这样，
对不对？怎么过？哇！我在回想这整个过程，但每一个过程都有神的同在。但你知道你如何在那苦难困境的当中去呼求神啊？今天我才能够向他们讲这话，不然你又没有经过，你怎么讲，对不对？但是在这种当下，你知道有神就透过一些资源，透过医生，透过弟兄姐妹来协助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如何呼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境。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这是残酷的耶宾王，然后呢，20年这样长的时间，他们受到奴役，他们被仇敌欺压太甚，痛苦不堪，所以他们就开始呼求。弟兄姐妹，上帝用苦难来管教他的子民哦。上帝用苦难来管教他的子民，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结果。如果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我们赶快来祷告，我们赶快来寻求神的赦免，主耶稣的赦免。因为过去我们看到这些的历史，这样的循环的历史，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重复倒撤，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犯罪，然后因果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困境里面。这里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如何挣脱，或者是放下这些劳苦重担。你有什么样资源？来到教会，牧者就会提醒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检视说，我跟这位上帝的关系。牧师也是语重心长的，我们用这些的迦南之声，你知道我们不是照抄，我们是要自己定题目，用这些的经文的段落，然后我们来思想如何透过这些话，就好像上帝兴起士师如何向这些的百姓来说话一样。如果你不听，当然就这一些的可能应许，这一些的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你，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下一代人就是不知道，所以他们就陷入在那种愁苦重担的当中。所以我们要检视一下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用多少时间来祷告，不是碰到问题了我就把过去没有祷告时间把它集结起来，不是。如果你平常有预备，平常有祷告，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苦难会那么大那么多吗？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愿意把你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亲近他，更认识他。哎呀，我得罪了神在哪里？所以你赶快祷告。第三个，我们看到，因为他们愿意亲近神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怎样？上帝就回应垂听他们的呼求，然后就兴起了底波拉，就好像一位母亲一样。这是圣经唯一的女士师。女子通常不是战场的勇士，但是在这个黑暗败坏的时代，上帝兴起的这个妇人能够被使用。他愿意被使用，可能如果一般的人我何德何能，对不对？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不要叫我，就好像巴拉一样，对不对？不要，不然你与我同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他的想法，可能一般的男人说，为什么会拣选底波拉？为什么会拣选他？他是一个妇人呢？但是上帝有上帝的方法，上帝有上帝的想法，所以以色列人在很困苦的当中呼求，上帝就透过底波拉，然后被兴起来。第一个，他在做了什么事？他在橡树下，棕树下，他做了什么事？弟兄姐妹，他做了什么事？好，选择做对的人。他在做调解委员会的主委，对不对？有没有？他在调解呢，听判，是不是？他做了一件事，是要让人跟人怎样和好？他也让人跟神怎样和好？这不是耶稣的工作吗？是不是？耶稣不是把这样的工作交给你我吗？对不对？你去传福音时，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让人跟上帝和好，他的生命被调整了，才能够跟人之间有和好。
他才能够赦免，他才能够接纳，不是吗，弟兄姐妹？所以底波拉他的一个角色，今天我们重点放在底波拉的身上。我们看到扫罗啊，这个从约书亚死后，然后士师被兴起，直到扫罗被膏为王，以色列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所以他们必须到邻近的士师那边去做调解。遇到困难的，你知道底波拉他有上帝的话作为他的根据，所以他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这调开委婉的去调解的当中，他是以上帝的话做基础啊。他怎么样去听判，怎么样公平的来做这样的裁判，然后来做一些的提醒，然后做一些的解决。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你要调解人的纷争是最难，解决是最简单，但是人跟人的关系是最难的。但是上帝让一位好像母亲这样的角色，然后来执行这样的任务。但是不是只有停留在这边上帝就呼召他，因为要上战场。我们看到第一个，他使人跟人之间有这样和好，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神把这样的职分也交给我们，使用你要让人跟人之间，跟人跟神之间和好。传福音就是这个角色，好吗？好，第二个，他能够激励人的心，能够发挥他的潜力。他去找巴拉，对不对？底波拉找巴拉，然后巴拉说怎样？我不要。他有潜力，你知道吗？但是呢，他心胆怯。然后呢，底波拉就激发他，鼓励他。你知道，面对耶宾900辆的战车，就好像现在乌克兰对俄罗斯一样，他的坦克大军就压境。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铁器，没有制铁的技术，一直到扫罗王那时候都还没有。你看这样的一个装备，根本就没有对等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使用底波拉，然后激励，因为他看见有这些年轻人或是这些人的潜力，就鼓励他。然后巴拉就怎样？不要啊！就好像我们想起了摩西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底波拉，他就告诉他然后他回应，他要求，不然你与我同去了。好，我就与你同去，但是你得不着荣耀。这个荣耀会给一个女人得着，对不对？后来是谁？雅意耶，或者是底波拉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面对这样大军，塔伯山牧师去过一次了跟以前可能不一样吧，但是一样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到上帝给底波拉有智慧，然后激励巴拉，然后怎么样去带领这1万人把他的潜力激发。好，你不敢，我就与你同在。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勉励这个领袖就是巴拉，他要信靠了，他不要看到这耶宾的大军，他的装备。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图吗，弟兄姐妹？这是俄罗斯的坦克大军我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深感就是看到这段的画面，然后又看到巴拉他勇敢的去面对，他靠着上帝的同在，然后耶宾的大军在泥泞的这样的一个土里面然后他的战车就走不了，对不对？跟这个俄罗斯的战车一样刚好是在融雪的季节他整台战车刚好在融化的时候就陷在那个泥泞当中我在看这段经文，跟对照现在的这个现代战争差不多。谁在掌权？上帝在掌权。那几乎这80%的车体都陷在那种泥沼当中
只露出炮管，所以他走不了啊。后来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与他同在。那底波拉勉励你要依靠上帝，敌众我寡，但是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上帝使耶宾的这个军队溃乱，对不对？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是耶宾的军队溃乱，然后西西拉就跑掉了，其他的都是被灭了。我们看到这一些的俄罗斯的军队也是一样，这些战车，然后现在呢，盟军就一直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场战争谁输谁赢，是谁站在上帝那一边，谁成为对的人，他就是得胜者。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是荣耀归给主不占功劳。如果你去看底波拉之歌，他赞美之歌，他把荣耀归给这位神。在希伯来书作者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啊，但是他只看到基甸，我们来念一遍，来下面那一个，我还要说什么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华、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他没有性别歧视有没有两性平权他就不提这个雅意或者是底波拉但是没有关系神会荣耀我们，弟兄姐妹，不管你怎样，神会荣耀我们。当你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不管人怎么说，神说了算。做对的人，被神使用，神就会让你在那个时代被兴起来，然后做最重要的事、关键的事。我们求在困难的当中，耶稣来帮助我。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知道寻求这位神，在苦难当中不要忘记祷告，跟他连线。我愿，当你经历了，你愿不愿意被神来使用，做对的人，参与在对的事？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今天神要透过我们一起参与在他教会的建造。这是我们33号的一个3D 图未来33号的这大概是像这样这里可以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的宣教福音中心，对外我们可以说转运中心，转变他人生的命运，如何遇见作为主。透过一些儿童、年轻人、社区的事工来帮助，让他们透过这些的社区的管道，透过我们的这一些的服事来认识主。感谢主，过去我们参与在奉献，参与在这一些的建造。我们最近这些的装修委员经过好多次，然后跟厂商的议价，然后这位设计师也是主内的姐妹有沟通，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我们上面有一个好像那个板子那个吸音的，就好像圣灵的鸽子，好像鸽子那神给这个设计师有一些的想法那我们的需求，那因为我们受限在那边只是不到3公尺高了所以怎么样去设计就用工业风、工厂风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也要使用你让不可能的事要成为可能。那时候我在就任的时候，新庄教会送我一个匾额，4个字：得地为业。感谢神，透过我们卖观音那块地来
买这个地方。未来三铁共过，我们这区域的发展，未来的这样的荣景是可预期哦。教会如何被兴起来，不是只有这些长子哦、牧者，神也要使用你。可能在这个角落，在哪一个区域，神要使用你，成为这世代的祝福。我们要做对的人，被神来使用。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我们音控很缺人哎，我们的这些的投影的同工，我们最近会少了一位哦，因为我儿子要去当兵了哦，329要去当兵。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你愿意参与的弟兄姐妹、年轻人，我们未来这些的音控操作都是比较新的、比较现代的哦。那我们需要学习，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时间对了，神就使用你。人需要你的投入，需要你的参与，因着你的奉献，在金钱、时间、能力、爱心、信心上参与，成就上帝的功。我们看到神使用底波拉、巴拉、雅意，他们参与在圣功，神就使他们从苦境中转回得胜。好，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神啊！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这首诗歌，你愿不愿意一生来跟随主？求主赐给我们真的愿意渴慕他的话语，参与在他的圣工上面。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对的人，被神来使用。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握住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力，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握住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弟兄姐妹举起你的手，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使用我，使用我。求与我同行，哦
我主引导我生命，指给我甜美的力，拥护你生命，一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去，我主引导我生命，指给我甜美的力，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因为你同在里，我为你渴慕，一生跟随你，我为渴慕，我为你渴慕，因为你同在里。渴慕，一生跟随你。再来，对主说：主啊，我唯一渴慕你。我唯一渴慕，因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跟随你，对着说主啊，我愿意，我愿这一生跟随你，就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指给我甜美的心，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弟兄姐妹，你愿意用你的余生让神来使用你吗？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除去那不冷不热的心，赐给我们火热的心，给我们有对神的渴慕跟热情。神要用你，拣选你，即使你是说主啊，我不能，我软弱，神要对你说，我的灵与你同在，我把仇敌，把这些苦难就交在你的手中，你可以胜过他。主，谢谢你，谢谢你，在每一个世代兴起你所要选择使用的工人。你选择底波拉，你选择巴拉，你选择雅意。面对这些百姓的愁苦，因有你的同在，你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神帮助我们成为对的人，做对的事，就是站在神你这一边，站在主你这一边，你的灵就会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多更多的渴慕。谢谢主，你使用你的教会成为这城市社区的祝福。举目向田观看，这些的稻子成熟了，谁要为我去收割？神兴起你的教会，成为大能的子民，
愿主耶稣基督，你属天的能力，胜过黑暗权势的权柄，就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愿主你的爱充满，天父上帝你的爱就浇灌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慈爱的出口。愿主圣灵，你运行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刚强壮胆，得地为业，得着这些未得之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一生更想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力，能合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我们彼此来祝福说，神要大大的使用你。